国际上要紧，咱来关心英国伦敦甲英格兰的南部。12月30日时阵，有真侪所在拢落大雨、做大水，互下国的铁路列车澳洲之星宣布取消迄天所有的车班。另外，伫美国加州是出现大鹰，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旧金山湾区发布大鹰的警告，按算会出现9公尺悬的大鹰。 一波一波大海鹰冲进华，因为太平洋风暴影响，使得美国加州的海岸持续叫大海鹰侵袭，海水灌入去街路，沿岸较低所在恐惊会做大水。美国国家气象局也针对风险地区紧急发布特例通知。不过，伫纽波特的海沙堡，也是有袂少冲鹰的人无顾家己安全，冒险挑战大海鹰。Friends are in the water, so just trying to catch a wave without getting cut off by all the other guys. A little bit like insane. I wouldn't surf this. 加州有大海鹰了后，伫温图拉当局持续甲海沙堡关起，对太平洋海岸公路沿岸主体发布疏散警告。不过气象局阁预测，加州北部至中部的海岸可能会出现9公尺的大海鹰，对旧金山湾区发出大海鹰的警告。除了美国面临大海鹰的冲击，伫英国是落大雨的侵袭。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stranded are worried where they're going to sleep tonight because it's booked up for the holiday, for the New Year's. 列车停开，吊伫车站。英格兰南部地区最近有大雨侵袭，和泰晤士河下开澳洲之星磅空原来淹水，铁轨路刷变细条河，班次刚来当比别取消。就连英国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加肯特郡的艾贝斯费特的车站，2站中央的磅空嘛淹水，这个情况拢无改善。 拜六往回伦敦到巴黎、阿姆斯特丹，也是布鲁塞尔中央的列车也全部取消。 So we've been here in London for 5 days, and then we're supposed to be 4 days in Paris, and so we're having to try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over there. 41列班车被迫取消，未少旅客无位通去，第一班最后的希望，都惊看年规个去了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